晚上6點45分，言承旭終於踏出機場啦。一眾嘅 fans 一見到偶像，隨即蜂擁上前，希望同 Jerry 能夠近距離接觸。雖然言承旭係有幾名保安人員幫佢開路，但係都係難敵呢班熱情嘅 fans 啊！由機場嘅出閘口到停車場，本來只需要幾分鐘嘅路程，言承旭就足足行咗10幾分鐘啦，可見言承旭嘅魅力超然啊！直至 Jerry 登上保姆車，一眾嘅 fans 先肯逐一離去啊！